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全世界上贵的咖啡。交通部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来举办着咖啡精英的交流赛，结果摕到特等奖的这个咖啡，以1公斤86000块的价小来标出，对平着世界纪录。3万8，有没有？4万来算了。 嘉义县长王江年化新拍卖官7万、8万、9万投标金额愈来愈悬。10万第3声，好了，掌声鼓励。开10多万得标的黄金咖啡豆，交通部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咖啡精英交流赛。先从水洗，编号2号。各家业者搬来现场提供试饮，开始竞标活动。不过大包5公斤16万1000块也无算啥。现场要竞标的这间业者头一摆参加，想袂到这气氛愈来愈嗨。36、37、37。大间业者画出来数字竟然超过30万，而且现场大位拢要无买放弃的拍算。掌声4-3，第3声。 上尾也是台中的咖啡厅业者，10公斤43万成交，非常不得了的数字，等于是1公斤8万6000块，又被全球上有指标性的最佳巴拿马麦开出的世界纪录，会使讲是全世界上贵的咖啡。可能是世界纪录，因为5公斤就标了大概快50万。这间业者开这个介绍的原因是清气度真好，甜度嘛真悬，在所有杯测评鉴当中真有代表性。当大家都在抢货的时候，表示这个产业有发展性。当年举办的美合会嘛，见证阿里山地区咖啡豆的成长，一直走向世界级的高品质。